Hello，大家好，我係阿南啊。咁阿南嘅 channel 上面咧，最近咧有一兩條片咧就多咗啲觀眾留言。咁呢兩條片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強積金取消對沖嘅一啲安排。咁阿南喺3年前法例通過嘅時候咧，都同大家解釋過少少，究竟呢一個強積金取消對沖嘅時候，對各位打工仔、對各位僱主有啲咩影響？咁啊，而家時間一跳去到2025年嘅3月嘅時候，咁啊，大家都開始關注同埋留意，究竟呢一個取消強積金對沖係咪影響到自己？因為呢一個取消強積金對沖咧，就喺2025年嘅5月1號咧就會正式生效。咁究竟老闆提早炒人會唔會幫佢慳到呢個遣散費？同埋有啲咩情況之下，即使你加咗人工，各位打工仔都有機會蝕底嘅咧。咁如果想知嘅話咧，就記得睇埋呢條片啦。開始前，大家記得幫手留言、訂閱、分享、讚好，事不宜遲，我哋立即開始。好，咁講解呢一個取消強積金對沖咧，阿南就建議大家咧就去到熒光幕上面勞工處嘅網站上面咧去睇一睇相關嘅一啲資料。咁阿南咧就會用呢一個網站同大家講解下，究竟大家嘅問題得唔得到解答啦。咁啊，首先大家而家見到啦，勞工處個網站都有提過，提早炒人再請過咧係唔會慳翻遣散費同埋呢一個長期服務金嘅。撳咗落去之後咧，就會有啲詳細嘅例子同大家解釋點解提早解僱咗僱員係唔會幫你慳到呢個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啦。咁啊，一跳就我哋跳到去個例子度同大家睇睇。咁啊，首先啦，情景一就話，僱主咧喺轉制日嘅時候繼續聘請佢嘅僱員，咁簡單啲嚟講咧，即係話個僱主冇喺轉制之前炒咗佢，就一路聘用咗佢。咁喺呢個情景之下咧，僱員嘅總服務年資咧就有10年嘅，咁佢就分開喺轉制前5年、轉制後5年。咁大家留意喎，佢分開轉制日前最後1個月嘅工資，同埋終止僱傭關係前最後1個月嘅工資，呢兩個工資咧，大家就要記得，因為咧呢兩個工資咧係愛嚟計算你嘅長期服務金，同埋可以咧對沖幾多強積金嘅一個指標嚟嘅。咁喺呢一個情景裏邊啦，成個10年裏邊，僱主咧就為咗呢一位員工咧就供款總共咧就121500蚊。咁佢全數咧係可以用嚟對沖喺佢轉制前嘅一啲年資嘅。今日轉制前嘅年資就係5年啦，咁用翻18000蚊嚟計數，5年再乘翻2/3嘅話咧，喺轉制之前佢就可以有60000蚊，由僱主咧可以喺啱啱121500嗰度去做一個對沖嘅。咁喺轉制之前啦，僱主實際咧要支付俾呢個僱員嘅額外嘅錢咧就0蚊嘅，呢度見到。咁但係大家要睇下情景2係點喎？咁喺情景2嗰度咧就話啦，僱主喺轉制日嘅時候就解僱咗員工甲，咁啊喺轉制日同一日啦就請翻一個員工乙，咁佢哋兩個咧喺轉制日前同埋佢哋離開嘅時候嘅人工都係不變，都係18000蚊同埋22500蚊。咁喺呢一度就計算到咧，僱員甲喺轉制日前佢服務年資係5年。乘翻18000蚊，再乘翻2/3咧，都係攞到60000蚊嘅長期服務金。咁但係啦，呢段時間僱主為佢嘅供款咧，其實只係得54000蚊。咁呢一度咧，其實做咗少少假設嘅，就係僱主咧就只係將佢18000蚊乘翻5%，乘翻12個月，乘翻5年去計算，佢就冇額外再為呢一個員工去做一啲供款。咁所以咧，佢只係幫佢供咗54000蚊。但係佢嘅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咧就係60000蚊，咁喺呢個時候，僱主咧就需要幫佢支付6000蚊嘅一個長期服務金啦，或者遣散費。咁喺呢度你就會問下，點解轉制前炒咗佢，我仲要俾得多啲錢呢？因為咧，其實喺成個時段，如果呢個員工係返咗10年工嘅話，僱主幫佢做嘅供款，無論你係轉制日前定係轉制日後咧，都可以用嚟幫呢一個員工做一個對沖嘅。咁佢可以對沖嘅部分係60000蚊，咁我僱主就可以喺佢僱主供款嗰部分攞60000蚊出嚟，俾佢作為一個對沖嘅作用嘅。咁啱啱咧就同大家解答咗，如果僱主咧喺轉制日之前解僱咗你嘅話咧，
其實佢就唔會慳咗錢，甚至乎咧有機會咧係要俾多錢添。咁所以各位老闆、各位嘅僱主咧，就千祈唔好喺轉制日前咧去解僱你嘅員工，再請翻一個翻嚟啦。咁不過啦，呢一個情景二咧都有一個少少嘅迷思嘅。咁呢個迷思就係咧，我請呢一個僱員月嘅時候咧，佢最後嘅人工咧都係22,500蚊。咁啊，如果你計埋晒啲人工啊、所有嘢啊、年資等等嘅情況之下，究竟一個新請翻嚟嘅員工係咪真係可以承接翻呢一個員工甲本身嘅一啲工資咧？咁有個問號喺度嘅。咁啊，所以大家就呢一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但係就唔係一定咧令到僱主係會使多錢嘅。好，咁講解完一啲例子之後咧，大家都想計下究竟自己咧實際上可以攞到幾多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究竟我有幾多強積金俾人對沖咧？咁阿藍咧就喺度介紹勞工處嘅一個工具俾大家。咁大家都係去翻勞工處嘅網站度啦。咁佢呢一度咧就有個計算工具。咁撳落去之後咧，佢就會話佢有個嘅叫做計得掂嘅對沖工具啦。咁就可以幫你計下究竟你嘅長期服務金、遣散費有幾多，究竟有幾多咧就俾人對沖咗。咁都可以靠呢一個計算機器咧去計翻出嚟嘅。咁首先啦，呢一度咧都會有一啲嘅提示話俾大家聽，呢一個計算工具咧係只係俾你作為一個參考嘅啫。咁如果因為你用咗呢個工具咧去計算呢一個長期服務金或者係呢一個遣散費有任何損失嘅話咧，勞工處就唔負責嘅。咁喺呢度剔一剔之後，就撳下一步。咁佢就會問你啦，究竟你係僱員啦定係僱主？咁首先咧，我哋喺僱員嘅角度出發先。咁喺呢一度咧，大家都要選擇啦。你想計嗰個係遣散費定係長期服務金？咁呢一度咧都有啲相關嘅資格咧，去話翻俾你聽，究竟點樣先可以攞到呢一個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咁啊，詳細嘅內容咧，建議大家睇翻阿藍之前嘅影片啦。咁喺呢一度啦，我哋就輸入翻你幾時開始受僱同埋你終止受僱嘅日期。咁喺呢一度咧，為咗方便去計算咧，我用翻2022年嘅1月1號。係開始嘅日期，咁啊去到2027年嘅1月1號就係終止合約或者係離職嘅日期。填寫咗呢兩個日期之後咧，就要計算翻咧你最後一個月嘅工資啦，同埋你係咪一個月薪嘅僱員。咁啊，首先啦，我哋就要填寫我哋喺轉制日前嘅工資啦。咁啊，打個譬如，我係18,000蚊人工嘅，咁我喺終止僱傭合約之前嗰個月嘅人工係22,500蚊。咁輸入咗呢兩個數字之後咧，咁就撳計算遣散費。咁啊，遣散費咧，你就會喺呢一度顯示咗轉制前嘅部分就係大約39,000蚊，轉制後就會係25,000蚊。咁啊，總數咧，你係可以攞到65,000蚊嘅遣散費嘅。咁呢度咧，佢就話俾你聽究竟點樣計啦。轉制前、轉制後個金額係幾多？咁喺呢一度咧就會顯示俾大家睇。咁之後咧就撳下一步。咁佢就會問你啦，你究竟係用緊邊一個計劃啦？如果你係強積金計劃嘅就左邊，如果你係職業退休計劃嘅就右邊。咁啊，通常大家咧都係強積金計劃嘅。呢一度咧就要輸入翻僱主咧去幫你供咗幾多強積金。咁啊，打個譬如，僱主總共呢5年裏邊幫你供咗8萬蚊強積金，咁就輸入翻落去，就撳下一步。咁啊，亦都會問你啦，僱主咧有冇同你去提供一啲自願性供款啊，一個按呢個僱員服務年數支付嘅酬金啊，或者一啲唔係強積金豁免嘅一啲職業退休計劃。咁通常咧各位打工仔都冇嘅，咁所以呢度就直接撳下一步。咁啊，撳咗下一步之後咧，就出現咗兩個數嘅，一個就係遣散費嘅總數，一個咧就係話經對沖之後保留喺強積金戶口嘅錢。咁呢度就有4萬蚊，咁啊總共得到嘅權益咧就有10,500蚊。咁下面都一樣啦，有得話俾你聽點樣計嘅。咁喺轉制之前咧，你嘅遣散費部分就係39,000蚊。咁啊，僱主幫你供咗8萬蚊 MPF。咁呢8萬蚊咧就全數可以咧去對沖翻呢一個嘅轉制前嘅遣散費。咁所以咧保留喺 MPF 嘅錢咧就大概有4萬蚊。咁如果轉制之後你嘅遣散費咧就係25,000蚊。
咁呢一個部分咧就唔能夠去被對沖嘅，咁所以咧呢25,000蚊咧就要由僱主去支付翻俾你。咁總數咧，大家就會見到你可以得到嘅權益咧，分別就係遣散費啦，再加埋保留喺強積金戶口上面嘅一個金額就係4萬蚊，總數就係10,500,000蚊嘅。咁喺呢度咧，你都可以按下一步啦，去做一個比較喎。如果冇呢一個取消強積金對沖嘅安排嘅話咧，究竟你可以得到幾多錢呢？咁呢一度咧就會話俾你聽，你遣散費係多咗嘅，就會係75,000蚊，因為咧佢係用你最後嗰個月嘅薪金去乘翻2/3，再乘翻年資去計，咁所以遣散費係多咗嘅。但係咧，你喺你嘅強積金戶口裏邊咧，就只係得翻4,900幾蚊。咁總權益咧就只係8萬蚊嘅啫，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後咧，你總共得到嘅權益咧係多過未取消嘅。好，咁另一方面啊，當然要喺僱主嘅角度出發啦。咁我哋用翻同樣嘅計算工具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揀咗我哋係僱主，咁輸入翻咧相同嘅資料，一樣都係2022年1月1號入職。27年1月1號離職，人工都係18,000蚊同埋22,500蚊。咁呢度計算遣散費，咁你會見到咧遣散費嘅金額都係一樣嘅。咁但係咧喺後面嘅部分，我哋繼續輸入翻僱主為僱員嘅供款咧都係8萬蚊。撳翻下一步，咁我哋會見到咧轉制前嘅部分同埋轉制後嘅部分咧，我作為僱主究竟要俾幾多錢去做呢個遣散費？咁喺呢一度咧，呢一個計算工具咧都會幫你計算埋，如果咧你得到政府嘅資助，實際僱主咧你需要支付嘅金額係幾多嘅？咁呢一度咧你可以撳呢個計算負擔金額同埋政府嘅資助額。咁喺呢一度個問題咧，佢就話僱員離職嘅時候啊，你喺呢一個年度裏邊所有嘅僱員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究竟你總共要俾幾多錢？咁如果你係唔超過50萬嘅，咁就撳左邊；右邊就係撳超過50萬。兩個分別就係資助額嘅唔同啦，會有個封頂嘅。咁我哋呢度咧先撳唔超過50萬。咁喺呢一個強積金取消對沖嘅安排之下咧，你要負擔嘅費用咧就係3,000蚊，而政府資助你嘅錢咧係22,000蚊。咁喺呢一度咧都會話埋俾你聽，究竟點樣計嘅？咁點解你淨係俾3,000蚊咁少咧？咁啱啱都有講啦。咁政府呢個資助計劃咧就為期25年嘅。咁呢25年裏邊咧，佢嘅資助嘅幅度啦或者金額咧就唔係完全一樣嘅。由呢一個取消強積金對沖生效開始起計，咁佢嘅資助額就最大嘅。咁去到第25年嘅時候咧，資助額就係最少。咁25年過後之後咧，就完全冇呢一個政府嘅資助嘅。咁所以咧，啱啱我哋計過呢一個僱員喺27年離職嘅時候咧，就係取消強積金對沖生效嘅第2年。咁所以咧，佢資助僱主嘅金額咧都係非常之多嘅。原本就係話僱主負擔嘅比率係50% 啦，但係佢有個封頂嘅金額嘅就係3,000蚊。咁所以喺呢一個個案上面咧，僱主只係需要俾3,000蚊，而其餘嘅款項咧都可以由政府去作為資助嘅。好，咁喺片頭嘅時候，阿南就提過一個情況。究竟點解你加咗人工，有機會你收到嘅錢可能仲少呢？咁而家大家喺熒光幕上面見到啦，喺左右兩邊咧都係兩個唔同嘅計算器，佢嘅開始同埋佢嘅終結受僱嘅日期都係一樣。但係咧喺轉制之前嗰日嘅人工同埋離職嘅時候嘅人工咧就啱啱好調轉。喺左邊呢邊咧就會見到咧，你好正常嘅轉制日前嘅人工就係18,000蚊，離職嘅時候就係22,500蚊。但係右邊呢邊咧就有啲奇怪喎，喺轉制日前嘅人工咧就22,500蚊，離職嘅時候就係18,000蚊。咁呢一個情況咧，其實就無疑如果咧呢個僱主喺轉制日之前加咗你人工，但係喺你離職嘅時候咧，就減翻你人工去到18,000蚊嘅時候嘅情況。咁雖然咧呢個情況就比較詭異啲，同埋咧大家都見到嘅呢一個計算方法，其實除咗用最後一個月嘅工資之外咧，就會有呢個12個月嘅平均工資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只不過係一個非常之
特別嘅例子，應該就唔會喺現實出現嘅。但係咧都同大家探討一下。咁首先先睇左邊呢個啦，正常嘅例子，18,000蚊人工，咁啊離職就22,500蚊。咁佢總數咧得到嘅遣散費就65,000蚊。但係如果右手邊咧，佢得到嘅遣散費咧，其實就仲多喎，因為咧佢喺轉制之前嗰部分可以獲得嘅遣散費咧，就係多過喺你轉制之後嘅遣散費嘅，咁所以咧佢總數就有7萬蚊。咁啊，如果正常嘅情況下，佢就得65,000蚊。咁但係你會話啊，點會有僱主咁戇居加咗你人工，令到我俾嘅遣散費仲多咧？咁啊，大家繼續睇埋落去咯喎。咁喺呢一度都一樣啦。僱主都係幫僱員咧供咗8萬蚊強積金，咁呢一邊奇怪嘅情況咧就係遣散費有7萬蚊，咁佢 MPF 戶口裏邊有3萬蚊，咁但係佢總得到嘅權益咧就只係得10萬蚊，比起左手邊正常嘅個案咧10,500蚊咧就少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情況之下，會唔會有僱主咧就同僱員去傾咗，就話哦，我喺轉制之前加你嘅人工，但係喺你離職嘅時候咧就麻煩你嘅人工調翻低。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僱主可以對沖到嘅強積金咧，其實就多咗嘅。咁啊，變相調翻轉咧，喺僱員嘅角度咧，其實你總共嘅權益係少咗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有僱主咧向你提出一個咁樣嘅安排嘅時候咧，就小心啲啦。好啦，咁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先啦。咁啊，相信大家都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問題，關於呢一個取消強積金對沖嘅。咁啊，大家記得把握時間喺呢2個月裏邊咧，就好好了解一下。究竟取消強積金對沖咧，對於你有啲咩嘅影響啦？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亦都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問下阿南，咁阿南咧會盡量幫你解答嘅。咁希望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到你，我哋下次再見，拜拜。